到底这个雨是要落到什么时阵呢？讲礼拜了后，西南风整体强度会来减弱，但是刷落去，佫受到低压带的影响，天气也是无稳定。气象局也是针对着嘉义、高雄、甲苗栗以南的山区来发布着大豪雨特报。另外，今仔日透早5点外，嘉义梅山发生着规模4.6的地震，中南部各县市有1级到4级不等的震度。这个地震加上落雨，土石松软，乡亲无代志，尽量莫上山，嘛莫去海边啊。大雨一直落，拜二台南大淹水，停班停课。雨一直拢无停，中南部嘛拢传出淹水灾情。西南风带来冲着水汽，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，大豪雨地区包括嘉义县、高雄市、苗栗以南的山区，要特别注意。嘉义山区及高雄山区的最大累积雨量都已经超过500毫米，因此我们要特别呼吁，中南部山区由于连日降雨量非常的大。再加上今天清晨嘉义地区刚发生地震，山区的土石容易松动。气象局提醒降雨集中在中南部的山区，要注意崩山落石头。目前嘛是大漏水期间，下来嘛要注意长影发生。雨到底要落到什么时阵？18号之后，西南风的整体强度是减弱的，但18号以后，台湾是受到低压带影响。天气还是会比较不稳定。气象局嘛讲，在温度上，中南部地区因为雨势大约在30度左右，北部地区虽然今仔日是云多，感觉上也是比较较热。